食饭哟，你哪省遮济啦？我有食饭啊，阿公逐摆拢互我食鸡腿呢。你看你啦，阿母无伫个哦，你头前我袂晓整理。阿父，你是去对，你等来扶我好无？我足惊你无爱我呢。阿母哪会无爱你？阿母嘛足唔甘你。阿母，阿就讲你嫁互别人，你敢是真正的？阿辉啊，你去学校，无你袂好哦。你去哈。阿母，你去啦。阿辉，小等下，阿辉，是谁甲你拍的？是谁甲你拍的？阿豆豆，阿豆豆位，是谁甲你拍？是阿公？唔对，阿公袂甲你拍，是阿嬷对无？是阿嬷甲你拍的。唔是，那呢？是阿姐对无？你甲我讲，是不是阿姐甲你拍的？是阿姐甲你拍的吼？阿母，我去上课啦。阿辉。透早就去倒？我去看阿辉啊。阿辉啊，袂歹见啦。啊，你有啥物好看呢？阿母，即马我只有等阿辉去学校的时阵，才会当看到伊啊。新婚头一天安尼就面有面见，啊，袂顺咧嫁阮阿海安尼哦，啊，足委屈的款，你知影？干啦，身体无稳。毋是啊，身体无好，所以看阿辉。吼，你无要紧啦，母啊，我等去看一下阿辉，这嘛是应该啊。你哪会安尼？啊，透早阿母就无去啊，啊，袂晓要找，啊，佫替你讲话哦。迄无要紧啦，啊，你嘛知影讲阿辉也是秋兰的心肝囝，啊，去甲看者，安尼你安尼？我替你嫁某呢，啊，佫要安怎？我安怎？啊，等下呢，阿辉也看，啊，会晓讲爱去煮一顿啊，互翁食袂？哈？饭我拢已经煮好啊啦，即摆会用食。好，母，食饭。行啦，食饭啦，莫受气啦，行啦。母啊，莫受气啦，食早顿。哦，阿母，莫受气啊，快死袂老迄个。嗯。阿嫂啊，自从我嫁来车到青春吼，头一摆看到灶骹，有法度拼啊才清气的。好，迄面皮有够厚呢，毋惊人来笑讲哦，迄个病大查某。阿嫂，啊你这管仔是哪摕的？哦，伫咧拄仔内面啊。阿嫂，啊我梅啊，还佫半尾鱼仔咧，我早去甲倒掉啊啦。你甲倒掉？啊，梅仔就生菇啊，鱼仔哦嘛拢去臭酸去啊，袂晓食，我就甲倒掉啊。谁讲袂用食？迄梅仔哦，是阮后头厝饲几半年的，专工摕来孝我呢。啊，佫迄半尾鱼仔是要留我今仔日食的。啊，你安尼要倒掉，拢懵懵者，凊彩就甲该倒掉哦。阿秀啊，阿秀，你好未啦？等阿嫂也都讲过，伊也袂将来倒掉的。是的啦，我毋知影鱼仔后是要留伊今日食的，我就看伊臭酸袂用食，就甲倒掉啊啦。迄有够土质，伊了做讲咱足富裕的，咱若要食一尾鱼啊，就要趁偌久，你知影？是的，我毋管啦，迄梅仔哦，你爱陪我。迄梅仔真是生菇袂用食，我无骗你啦。阿秀，你是好未啦？等阿嫂头拄就讲过啊，讲迄面条甲伊倒掉的。阿嫂，你坐，我叫叫地方生食啊，毋就好啊？你较掂的啦，较无网啦，佫生会免钱哦。阿秀啊，
迄梅仔食遐济，对身体敢好哟。隔壁装迄个阿翠姆啊，3工前才过身啦。伊就是梅仔食伤济，破要死的啦。当然是个代志，关我什么地代？我也是惊讲你会甲伊同款啦。阿母啊，咱下摆吼，莫做伙食啦。上好吼，随人煮随人食，这下母讲吼，大家拢无通啊食。小查某啊，恁爸早毋才结婚尔，你七早八早吵家弄家，你是晓袂袂？好啊，好啊啦，好啦，本本的啦，随人家己食，随人食，吼，莫安尼吵。好啦好啦，无啥代志啊，无啥代志，你紧食啦。来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食袂落啦。嘿，快紧食啦。他的母亲白伊个。大伯，我拿送借的钱已经3个月啊，等唔摕来还。你是钱鬼哦！七早八早就咧拍积水，恁爸昨才娶某尔呢。啊，你规工假吼，拢伫迄个口拍扫啦。啊，我什么时阵会当看到你？啊，即嘛无特别等同时啊。无钱啦！喂，别走！喂，小刀，小刀，这是阮阿婶互你的红包啦，我甲摕倒转后拄下。你阿婶互我无遐济啦，人遐还有别人的啊，行啊！啊，剩的敢免算利息了。啊，搁有啦，阿嫂甲我弄破迄红梅仔钱吼，伊嘛爱赔我啊。小查某，死鬼！像是你阿姐啊，啊？阿成，迄位安怎讲嘛是你的查某孙仔，你敢免莫搁甲拍？伊怎么甲你无任何关系啊？伊若无乖，阮当然就爱教；伊若无，伊若大汉，以后甲你共款，遮尔袂见笑，安尼笑阮大家面咧陪是变怎？囡仔是无辜的，你袂用就你的怨恨出在伊的身上啊！迄是阮兜的代志，甲你无任何关系。我警告你哦，以后不准你搁来这个所在，嘛不准你甲行飞记日。你若无食，你若来一遍，出来等你一遍，我就甲你讲一遍。你袂安尼做的啦！你想要试看卖咧？好，恁爸怎么来讲互你看？阿成啊，阿成啊！好，我走就是。走啦！要唔去走？阿公，你带去找阿母好无？阿辉啊，你看，讲要切久啊，要互你食呢。阿公，你带去找阿母好无？我这久拢无看到伊安尼。阿辉，切久啊偌好食，你食看卖。我啥物拢无爱食啦，我刚刚要找阿母啦。阿辉，阿辉，哎，当你啥咯？你行路无咧看咯？教囡仔拄啊安尼大细声啊。无啦，爸，这个月小，你看一下。啊，另外要甲你参详讲，这个月咱要种偌济米。店咧，互你花，你都去处理着，唔免问我啦。安尼我做主。对啦，对啦，去啦去，莫烦我啦。好。阿秀啊，我来做伙煮就好啊啦。免啦，我免问你啦。阿母有讲过啊，随人煮随人食啦。啊，等我煮好才换你啦。目一个呢5冬过去啊，秋兰啊已经替拍地海生一个后生，甲一个查某囡仔。
也毋过拍铁海游玩是遐难咯，要做敢若毋做。即马秋兰又可惜，为着无要互巴肚的囡仔咬着，伊也喙齿紧夹咧，骗一个巴肚去做代志趁钱。等下，我这鱼啊是拄啊这里来的，买无？哎，我过来了。我算你较俗的啦。过来。没有哟，没事啦。等下。恁两个啊，较细腻的，知无？莫跋倒啊！好，秀兰啊，我看你吼巴肚遐大了，要较注意的啦。是啊，迄钱爱趁，性命嘛爱顾，唔好干那顾趁钱，啊，煞从身体拍歹去呢。不要紧啦，从细汉吼我就做啊惯势惯势啊啦。啊，对啦，婉姐啊，恁都毋是有家头等要磨？好啦，家都袂走去啦，会互你磨啦。等下哦，来阮厝摕啦。啊，那安尼吼，阮厝迄支菜刀嘛顺续举去磨磨咧。诶，阿狗兄甲三金保因兜嘛，敢若有几支菜刀要磨呢？秋兰啊，啊无等下吼，我再替你们看卖啊啦，吼。好啊，多谢哦。啊对啊，恁敢有刀仔要拍？若是有吼，会用甲我讲啊。我叫阿海哦，算你较俗的。刀仔是我磨啦，若是叫恁阿海吼拍一支刀啊吼。3年8个月吼，毋知拍会出来的。秋兰啊，是我爱讲你啦，你记着这个翁吼，虽然无生意。你两个啊，去内面甲手洗洗咧。好，阿秀啊，我有替阿姐哦留一寡行李啦。哦，花刀菜刀，这先互你啊。多谢。我有听人讲哦，米甲穿啊中风呢。真是哦，啊有严重无？知，啊，即马还佫倒伫咧病院啦，应该是袂死才对啦。哪会安尼啦？去互因后生也是哦，气倒的啦。迄早起讲3、4个老麻哦，牙刀提棍啊，要甲讨缴销。我是讲哦，迄是人大代志，插杂遐多哦。我嘛是有影啦，遮尔济，伊佫无法度了解我。我要看阿辉，拢会偷偷仔去。假使我即摆去甲关心，万说人会嫌我家暴。嘿啦，你若知就好啦。阿有伫个无？阿土伯啊，阿海无伫个啦。啊，你是要拍刀啊，还是要磨刀？阿海无甲你讲哦。无啊，还是要讲啥？我安尼规个月前都甲伊交代，叫甲我拍3支屠刀，安尼一工甲我大家一工。我安尼大后日啦，拄拍档就要开市安尼。啊无你即摆是安那，连拍都无拍，你讲对啊毋对？阿海可能已经拍好啊啦，啊，放伫倒位吼，我毋知影啦。你骗啥？恁阿海是日甲伫外口咧弄榴莲，啊，即敢有生一间店伫咧做事。你甲阿海讲啦，恁爸做后的，叫免拍啦。阿土伯啊，莫安尼啦，我叫阿海哦，还互你啦。免啦免啦，你甲阿海讲，即间店若毋做吼，叫伊收起来啦，莫咧挂伊咧看板，伫咧共母衰。迄牛屎头吼是抹袂上壁，厝内底若出着一个贫大人哦，我看阿母早晚有一天吼，会像米缸穿安尼哦，起甲中风吼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他的母亲白伊厝内底若出着一个贫大人哦，我看阿母早晚有一天吼，会像米缸穿安尼哦，起甲中风吼。
啥？人才好趁哦？唔诶，我骗你要死。使啊，安尼来对啦。因人一解使，就比咱拍一支菜刀，佮赚啊侪钱呢。哼！这清水府的庙公哦，目睭叫咱目读着啦。啊，像这个好工的叫外部头人咧赚，咱庄仔来拢无够人哦。啊，像我这别人敢袂使？嘿，你袂输，大家拢会晓你。啊，你看伊面领无点呢？好啦，你老点，即摆随人拢看啦。看，人就人，你在咧惊啥笑？使啊，慢落去，慢落去，我来拍鼓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啊，抢落啊！咚咚咚锵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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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啊，抢啊抢啊，慢落去啊！啊，咚咚咚锵，啊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啊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啊，抢啊抢啊，慢落去啊！啊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啊，咚咚咚锵，啊，咚咚咚锵。一清